这个电影的空服员罢工17天，创下史上上久的罢工的行动，影响的旅客278000多人。罢工结束，有关旅客赔偿的问题，电影讲一天上最赔台票7500，但是有旅客来呛讲安尼无够。消基会讲，依照着后面的法规，譬如讲为法国、英国出发要返来台湾部分的航班，每一个乘客上最会当搁甲电影要求台票20000的赔偿。劳资双方签团体协定，中央罢工结束，但是即马有900名旅客找消基会希望赔偿。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是从国外，要从欧洲回来台湾，竟然花了48个小时，迁转以及食宿的这个过程当中，历尽千辛万苦。这次史上上长罢工总共17天，影响旅客278420人次，中央营收是损失30亿2千万，旅行业损失包含代付的部分有18亿。中央因为罢工开出补偿条件实报实销，相关补偿一天上限是250块美金，和台票7500。消基会推出后面条款EU261，对法国、英国飞台湾部分航班旅客会使搁甲中央要求赔偿。行政院做一个定调。这个罢工啊，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抗力。你用的这个 EU261哦，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它当然它有一个所谓的4小时以上的一个迟延的一个时间。中央回应相关的赔偿办法已经公布伫官网，所讲的EU261条款。针对后面出发班机以及属于后面来航空公司培养后面国家班机被取消或者是迁转，飞行距离定义或者是大于3501公里，比原定14点钟以上，现金补偿至少600块的澳元，和台票大约是20000。消基会提醒受影响的旅客会使搁再争取补偿，毋通失去家己的权益。